来头一条，来看这个三军总病院平湖分院离急诊室的外口发生着攻击闹火事件。讲病院一个清洁工检举一个外包的员工啉酒，这个员工真不满，怎样拿家私攻击清洁工？他说这边骂我，他用那个刀子这边挥啊！你不是嘲笑我没有刀，我刀子是这边，然后刀子他。这个查甫人倒手包掉的，详细甲警方讲，伊和同事抬受伤的过程。另外一边，台南的查甫人嘛被抓到，警方对伊去找等伫花圃内面的凶器。这件攻击事件真敏感，因为伫病院外口。三总平湖分院急诊室外口站的8点5发生野刀杀人的事件，和这个医护人员真紧张。其实因拢是工作上的伙伴，姓林的查甫人是病院的清洁工，捌伫工作群组来检举姓雷的外包员工伫做事时啉酒，对方真不满，两人捌相骂过几啊摆，站的姓林的清洁工被攻击，大姑母受伤，加在无啥要紧。警方接获报案后，立即启动快打，迅速到场，并于第一时间封锁现场，随即查扣作案凶刀，全案依伤害及恐吓罪嫌移送侦办。早起，清洁人员赶紧从门口摒清气。针对这个案件，医方无加做回应，干那表示讲会依照契约检讨委外性补偿，无尽到监督的责任，并且加强人员的管理甲巡视，以维护就医民众的安全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